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高丽菜，因为天气的影响，生产过量卖无落。讲顶个月平均的价销都已经落破到10块。农民采收的高丽菜，若送去市场，用要弄了钱，所以到高丽菜农想出着办法，跳过盘商，产区直散，把这个现采的高丽菜直接送到消费者的厝内，至少卖了遐济。 高丽菜篮内用大火擂炒，菜豆豆的高丽菜就出炉了。我要加个2到3场。它什么价最多？高丽菜、叶菜类啊。炒到这大盘唔惊人吃，因为最近高丽菜有够俗，来到彰化，高丽菜生了大粒，色水个青翠。将高丽菜一粒一粒装箱送上车，这唔是要送去菜市啊。 青龙搬规箱的高丽菜直接送到民众的客家，因为受到天气影响，高丽菜产期太过集中，山败期。去年12月高一的均价甚至较无10块。关山的影响变做咱平地较无价销较无好安尼。平地高丽菜当时采收期，关山高丽菜也搁来采收，造成平地高丽菜价销又卖起来，送去果菜市场拢会了钱。即马价销无好，就是错，就是一定可能会了钱。彰化青龙只好跳过盘商，采用产区直送。 农粮署也启动外销，头一波162吨，去年12月23，在婚林红贵客行抢救菜价。每一天的一个供应量都可以维持在原则上都在300公吨以下，所以相对来讲是相当的一个平稳的一个状况。农粮署也讲，3月过1月中，高丽菜因应年节需求增加，价销都有可能会回得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